又係站立式普拉提時間啦。做嘅時候請大家留意呼吸同埋核心嘅位置。好啦，而家我哋就開始啦。呼氣收腹，緊握拳頭，遞手拉直個身，同時提腿。吸氣打開雙手，腳唔掂地，斜指身體內側。再呼氣收腹，再次遞手同埋提腿。吸氣打開雙手，腳唔掂地，指向身體嘅外側。再次呼氣收腹，遞手同埋提腿。吸氣手腳翻原位。做普拉提嘅時候要保持身體穩定。呢個動作亦都可以收緊手腳嘅肌肉同埋臀部嘅肌肉，同時亦都可以伸展臀部同大髀外側嘅肌肉。雙臂貼身，呼氣收腹，緊握拳頭，曲手踭，同時提腿。再呼氣，雙臂貼身，將拳頭向兩邊指，膊頭打開，背脊收緊，同時將髖關節打開，膝頭哥向外指。再呼氣，手腳向翻前面。吸氣，手腳翻原位。呢個動作除咗可以收腹之外，亦都可以收緊手腳同埋臀部肌肉、背部嘅肌肉同埋改善圓肩，同時亦都增加髖關節嘅靈活度。呼氣收腹，曲手踭放喺頭後邊，同時一隻腳踏去前邊，腳踭要掂住腳尖。行咗兩步之後就向後行，同樣行法。做動作嘅時候要保持身體穩定，腹部要收緊，先可以維持到平衡。將手放喺後邊嘅時候，唔可以揾個頭嚟到走個手。呢個動作亦都訓練緊肩關節嘅靈活度。雙臂貼身，呼氣收腹，緊握拳頭，曲手踭，同時提腿。再呼氣，手指腹部收腹，重心後移，曲膝，提腿腳會向後指。再呼氣，打開雙手，企返直，提腿腳指前面。吸氣，手腳翻原位。呢個動作就係用手指嚟到提醒自己收腹。做嘅時候都係要保持身體穩定。呢個動作除咗收腹之外，亦都收緊手腳嘅肌肉，尤其是大髀肌肉。呼氣收腹，雙手緊握拳頭，遞手拉直個身，同時向前面踢腳。再呼氣，對側個手掂大髀外側。再呼氣，雙手緊握拳頭，遞手上天法拉直個身。吸氣，手腳翻原位。呢個動作比較簡單。做動作嘅時候，隻腳踢幾高係唔重要嘅，但係一定要保持身體穩定，要將專注力放喺個腹部，收緊腹肌。呼氣收腹，緊握拳頭，遞手拉直個身，同時提腿。再呼氣，雙手合掌放喺心口，收腹。重心後移，提腿腳打橫放，企喺度嘅腳微曲。再呼氣，雙手握拳，遞手上天花拉直個身，再次提腿。吸氣，手腳翻原位。做嘅時候請多啲感受下身體，就可以更加清楚動作嘅效用啦。示範又做完啦，如果大家有問題，歡迎留言問我㗎。好啦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